总统若签到过境美国纽约，中国就宣布对今仔日开始，要针对咱台湾进口的自碳酸酯要加扣税，上济要扣到22.4%。亲像台华、奇美这厂商拢会受影响。根据统计，去年出口去中国的金额，这部分大约是美金8亿，占全世界出口的8成。专家即马认为，这就是中国要透过经济手段压迫咱台湾。中国商务部去年11月30日，针对台湾出口到中国的自碳酸酯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，杂时公布调查结果，认定台湾的自碳酸酯存在价格倾销，有独占市场记录，造成中国相关产业受到实质损害，决定以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。因为很多厂商呢，他在被课征临时反销税之前呢，他可能因为进口商知道他未来可能会被课税，所以呢，他可能会大量囤货。所以如果有这种大量囤货情况，然后呢，它这个临时反销税，它就会有回溯课征这样子的一个做法。中国商务部指出，为15开始，针对台湾 PC 输出中国拢爱扣反倾销税。红点名的业者，台塑集团子公司台华甲台湾出工业有当时扣税16.9%，奇美世界甲麒麟科技17%，其他台湾地区公司24.4%。台华当时就表示真遗憾，强调 PC 数字无存在反倾销行为。税率的影响，这个产业就变成在大陆市场上就没有竞争力了。如果这个市场没有的话，它会倒回来影响，这个对台湾这个石化产业的影响相当大。根据了解 ，PC 的外形是透明圆条形，也是球形粒仔，特性是冲击强度甲加强性能真好，一般会当做成水管啊、月亮管啊，也是车头的电壳啊、手机外壳。经济部又叫统计台湾的 PC， 去年出口到中国的金额是8亿美金，大约占全球 PC 总出口的78.3%。塑化的公司可能在越南、东南亚，它也有布局。所以，如果他可以透过他的内部的这个跨国企业的经营的调动，他从越南或东南亚的其他市场把这个塑化原料卖到 PC 的这个塑化卖到中国去的话，那他就不会被课征反倾销税。专家表示，这摆的反倾销扣税，真可能是中国实施经济协调行为，表达政治上的不满。经济部又叫回应，会密切观察中国政策协助业者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